各位老友記又見面啦！今堂我哋要學習一套特別嘅保心方法——靜觀練習。靜觀意指安靜觀察，我哋有意識咁專注當下嘅每一刻，唔批評，唔逃避，靜靜地觀察自己同周遭發生嘅事，透過觀察嚟放鬆身心。平日我哋忙碌過後，自然會想坐低飲啖茶，休息一下。靜觀練習就如同呢啖茶，俾我哋嘅心跳、呼吸同成個人逐漸慢落嚟，重新感受生活同自己嘅連結。呢個究竟係點樣嘅感受呢？不如我哋一齊做個小練習，親自體驗一下。而家請你想象你嘅腹部有一個氣球，我哋將進行3個深呼吸，目標係慢慢將氣球吹脹，再輕輕放鬆，揾個舒適嘅姿勢，緩緩閉上雙眼。我哋一齊做第一個深呼吸，慢慢吸氣，注意空氣經過鼻腔、喉嚨進入肺部，再將腹部嘅氣球慢慢吹脹，停留1秒，然後緩緩呼氣，腹中嘅氣球漸漸放鬆。第二個深呼吸，再次慢慢吸氣，感受腹部升起，然後緩緩呼氣，將我哋嘅緊張與壓力一同呼出。第3個深呼吸，繼續慢慢吸，慢慢呼。專注於自己嘅呼吸，不必急於做乜嘢或者改變乜嘢，只需靜靜咁陪伴自己。練習結束之後，可以慢慢擘開眼睛，感受一下係咪覺得輕鬆咗啲，心情平靜咗啲。其實呢一種狀態就係靜觀。臨床研究發現，靜觀對長者有好大幫助。身體方面，參加靜觀課程嘅長者血壓明顯下降，心跳更加穩定，夜間睡眠品質更好。情緒方面，大腦處理情緒嘅杏仁核運作更加穩定，情緒復原力提升。若果出現負面情緒，我哋亦都能更快平復心情，即係話每日只需幾分鐘，持之以恆，你會逐漸發現身體不易疲倦，情緒不易波動，整個人變得更加沉穩。老友記們若果未曾嘗試，可能唔知點樣開始，請放心，而家有2個免費且簡單嘅手機應用程式，提供廣東話導引嘅靜觀練習，非常適合初學者。第一個係由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推出嘅減壓程式，當中鬆一口氣功能提供多種情景同背景音樂，俾你跟隨資深治療師嘅廣東話語音指引，進行輕鬆嘅身心放鬆練習。而家就一齊試下啦！打開減壓程式，喺主畫面選擇鬆一口氣，按右下角進入，跟住揀自選樂曲。今次我選擇咗樂曲2，按返回，再選自選情景。呢一次選擇沙灘，再按返回，確認選擇無誤後，便可以按開始。我哋而家一同聽住治療師嘅聲音進行身心鬆弛練習。你可以選擇瞓喺度，或者坐喺有靠背嘅地方，雙手放喺身邊或者放喺腹部上邊。第2個平台係深度瑜伽，由香港大學團隊開發。喺首頁你可以揀練習旁嘅查看更多，呢個係一個自助線上課程，包括安頓練習、靜觀伸展同慈心練習等，由臨床心理學家透過影片、語音導航同文字，循序漸進咁樣幫助你培養當下覺察。先揀選一個練習，以靜觀伸展練習作例子，然後開始播放語音導航，跟隨指引進行靜觀。深度瑜伽仲附有練習手杖，幫助你規劃同深化唔同嘅練習。好多學員認為呢個課程能夠帶嚟舒適嘅體驗。事實上，靜觀唔單止係一個練習，更加係一種生活智慧。好多時候，老友記們嘅心會不自覺咁飄向過去或者未來，諗住以前做得唔好、未完成有遺憾嘅事，或係擔心未來身體變差，好多計劃無法實現。但靜觀提醒我哋，過去無法改變，將來尚未發生，而我哋真正能夠掌握嘅係而家。當我哋學會專注此時此刻，感受陽光，聽下雀仔聲，聞下茶香，情緒就唔會如此糾結。老年生活雖有困難，但係仍然存在好多美好嘅人同事物。若果你亦都想進一步認識對生活有正面啟發嘅想法，其實有好多精神健康資訊文章能夠提供幫助。例如減壓程式嘅主畫面，就可以揾到處理壓力基本法。撳入去之後就有好多短文，由資深臨床心理學家同埋精神科醫生提供各種處理壓力嘅小技巧。
此外，深度遊家仲提供好多深度文章。喺主頁下方嘅活動文章按鈕中，選擇文章你可以睇到各種內容，涵蓋失眠、人際關係同埋靜觀等領域。呢啲文章以輕鬆同貼近生活嘅方式，深入淺出地介紹心理學研究、概念同冷知識。而富富德正2.0程式主畫面嘅有用資訊，亦提供多種主題嘅心理健康文章，長者可以撳入文章慢慢閱讀。如果想尋找某啲社區服務，亦都可以參考佢嘅求助資訊工具包。網站亦都有唔同主題嘅教育短片，教授點樣處理壓力、改善睡眠同埋建立情緒管理技巧等。操作簡單，即使唔太熟悉電腦嘅長者，亦都可以慢慢學習使用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內容就到呢度。遇到煩惱嗰陣，不妨停落嚟，深呼吸，俾自己一個平靜嘅空間。一口呼吸，一念轉變，心情就能夠更加安穩。再次提醒，補身之餘，亦都要學懂如何補心。照顧自己唔係自私，而係一種智慧，活得通透嘅表現。本影片由嶺南恆怡紀念中學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。